其实大家关心到了万澳模拟运动到今年是明年2028-2025年，2001年佢會會成立，2010年佢嘅基本法通過，唔單止係佢嘅向前嘅期待，未算係佢嘅運動嘅後續發展。但佢嘅事務對民間變做公部門關心嘅議題，佢會未照佢嘅基本法第13條嘅規定。目標係同台灣建設做起全球客家文化交流同研究中心。明年在至少下一屆5年咯，透過專題先來看中央單位客委會完全打造台灣變做係全球客家深度來推廣傳承客家。安全網一條，唔是走嘛。來去點心點。客委會判客人嚟認證初級考試，今年判嚟第9年。今年嘅認證考試頭一擺用數位化來考，考生早前用電腦來考，限定名錄後建立客人詞庫，唔但將減少考試嘅時間，民眾愛學未當利片。未來中高級嘅考試，未想我用數位化來考。客人認證過去係用筆寫，以下呢用數位。去年係初級嘅數位認證，今年開始研發中級、中高級嘅詞庫嘅數位認證，呢都係創新嘅部分。比到喺提年度時代，客委會督嘅留客家相關嘅研究同資料稍籌集，還傳送名錄雲端，為客家啲按法睇嘅名錄世界好流通。客家研究、客家資料當多啊，當豐富，人要上雲端啊。網站建置雲端，裡面係一個創新嘅方式，係應該全世界人都用得你客家資料。當然，客委會都把判同法制結合相關法統，韓國判徵文比賽，用文字來保存客家文化。接下來，我天天呢提升到客家文學嘅層次。客家同法獎啊，慢慢地會延伸到客家文學獎嘅部分啦。談、講、說、寫，叫做文學嘅境界啊。當多研究資料，攝起來，個展望未來研究嘅方向，你就係建立客家學嘅基礎資料啊。老頭班研究同一下資料整合強化，客委會希望透過完善嘅名錄資料庫，傳播客家多樣豐富嘅客家文化。為到確實做到客人向下登記，除咗愛上客家多位後生人來學，還盼要客人打通關，愛入學前嘅聲音呢，見教見學講客，獨獨嘅完成上述客話目標。客家新聞連研究嚟個252綜合報道。